玲珑，玄机，怎么了？我刚才看见，是我看错了。你们看，紫狐，紫狐怎么出来了？有危险！不行，玄机，别用法术。玄机，玄机。 你会被发现的。不要管我，不然动用法力，你会被发现的。不行。 躲起来，走！何人如此大胆，敢擅闯焚如城禁地？哪里躲？天地有命，焚如城乃3界历劫之所，擅闯者杀无赦。尔等凡人，速收正法！ 神剑定坤，是战神将军。你们认识我？我兄弟2人掌管焚如城万年，战神将军曾90历劫皆有此过，我们自然认识。战神将军此时本该在人界历劫，怎么来闯焚如城了？我不是战神，我是楚玄机。我姐姐元神被人掳走，我是来救她的。不管你在人界叫什么，战神永远是战神。你身上罪业未清，还敢来触犯天条？战神将军难道还想要再触怒天界？哼！ 我等职责所在，战神将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，最好还是乖乖回去，否则罪加一等。这诛邪驱魔2剑之下，灰飞烟灭的神仙也不怕再多一个。不要拿天界来压我，我说了我不是战神，也不要拿那些我根本不知道的罪名来罚我。我今日是来救我姐姐的，谁也拦不住我。战神将军在天界自是战无不胜，可惜现在是在我们的地头上。 你用旁门左道的方法闯入不周山，一身的功力也不足10中之一。我们兄弟就来会会战神将军。玄机小心！快收起法力，他们就看不见我们。 他们去哪儿了？人呢？四凤、玄机，你们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人呢？人呢？给我出来！诛邪驱魔被斩碎了，镇不住他们。时辰已到，焚如城大门要开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别再让我抓到！ 紫狐他不会。紫狐说过，喜欢一个人，为他付出所有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为了吴知奇，已经尽了全力。我相信，他不会后悔的。若有一天我见到吴知奇，一定会告诉他为他做的一切。他应该知道。一路上相处这么久，他确实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坏。 反倒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性情中人，本想找个机会尽释前嫌，没想到
大家先别光顾着难过了，这十面环又灭了一大截，再这样拖下去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似乎说的魔域下阴影面积不小，咱们得找找天虚堂的位置。走。咱们打赢了战神？那可不嘛！我刚才说那个战神功力不足，那是我给自己壮胆的，没想到真说着了。那没准儿是咱最近功力大增。哎呀，那下次去天界可得好好说说了。哎呀，气死那四圣兽！我没死，我居然没死。蜡烛，谁动了我的圣尘了？是谁灭了老娘的圣尘了？我杀了他！口气不小啊！你这只狐狸口气大，命也大，竟然没被神书玉律打死。就是你害的，姑奶奶。就是我，好玩吗？这么多年没见，这份礼物惊不惊喜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你，元老，你果然没死。我的好兄弟吴之奇都没死，我怎么舍得死呢？呸！你还有脸提他？怎么还是这么凶啊？这么多年都没改。我费尽心思建立这天虚堂，就是为了救我的好兄弟吴之奇的。天虚堂也是你搞出来的？没错。你说说我这么费尽心力的救你的吴之奇，你怎么还能处处碍事？少在这惺惺作态了。当初要是没有你，吴之奇会被压在焚肉城底下。你不过就是想要他身上的君天策海。小狐狸，你知道的不少啊。那你猜一猜，我接下来要对你做什么？这样你们就会知道，这不周山想进不好进，想出更是难出去。怎么生辰蜡少了一只？是妖，地煞之气，到底是什么人？玄机，你不好奇，刚刚神书玉律说你犯下了罪责的事情吗？他们说的是战神，说的又不是我。
再说了，天界遮遮掩掩，连战神的全部记忆都要封存得严严实实，我又何必要在意那些我根本就不知道的罪呢？而且，我现在有在乎的事情要去做，我要救下玲珑，然后好好的跟司凤在一起。对了，司凤，你说深书玉律这么厉害的天神，怎么都不知道有天虚堂的妖出入啊？天虚堂定有什么法术法器，能隐藏自己身份的命格？黑白指环，也许是。这附近连只耗子都没有，天虚堂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儿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可是我刚才明明就看见，难道真是我看错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们还是宁可信其有，再找找。走。怎么办？时间不多了，可是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看样子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障眼的结界？这是轩辕派的弟子。是玲珑。玲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小心！快去啊！玲珑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，玲珑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被劫过来的吗？哎，你好了，能动了，真恢复了吗，玲珑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哎，玲珑，放开我！玲珑。司凤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们是哪儿来的？玲珑，你不认得我们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敢再靠近一步，我就割断他的喉咙。玲珑，你在做什么？玲珑，你怎么了？说了别动。玲珑，我是米言，小六子。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难道是新来的人奴？人奴？玲珑，你看清楚，是我们。既然不是人奴，就一定是奸细。你们想挟持我？我们是来救你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玲珑，我们一起长大，一起练功，一起抓曲如娘、杀古雕。你叫我小六子，最爱和我吵架，最爱逼我吃你做的菜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但是好像，哎，玲珑，我是你的亲妹妹玄机啊，我们都是你最亲的人，你快把六师兄给放了。你们一定是在骗我。好啊，那我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要不先把他放开？米言，你先别着急，此事有蹊跷，我们弄清楚了再说。可别怪我没警告过你们，赶快把我放了，要不然等童哥哥回来，必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童哥哥，该不会是……当然是巫童哥哥了，他是天虚堂最威风、最帅气的北坛主，怕了吧？你叫梧桐哥哥？那个梧桐把你害成什么样，你都忘了吗？你竟敢说梧桐哥哥的坏话，我杀了你！怎么回事啊，玲珑？他这么维护梧桐，难道是梧桐把玲珑从浮羽岛抓来了？除了邵阳那几位前辈外，其余门派的掌门应该都还在浮羽岛上。梧桐绝不可能把玲珑抓来，也许他根本就不是玲珑。来，起来一下。还烦请师兄实言相告，玲珑姑娘是怎么来到天虚堂的？我只是半个月前被选来陪玲珑姑娘玩的人奴啊。半个月前，那个时候玲珑和我们在一起。我先前就闻到了妖味，开始还以为是那些轩辕派弟子身上的，现在仔细一闻，就是他。他不是玲珑，是妖。不可能，这明明就是玲珑。
对了，玲珑右手腕上有颗痣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真的没有？你是妖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和玲珑长得一样？我告诉你，梧桐哥哥平时最疼我了。如果你们要再不放了我的话，梧桐哥哥回来必定让你们好看。念，这妖似乎知道的不多。要想查清楚真相，我们还是得进入天虚堂。是啊，我们来不周山本来就是要去天虚堂的。玲珑生的日子不多了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小樱花，这是什么？你带我们进入天虚堂。休想！休想！小樱花可是有剧毒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她可没什么耐心，会立马咬你一口，让你瞬间变成一具全身乌青的毒尸。就是这儿。这里，我们之前来过。入口在哪儿？好了，我们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玲珑元神在哪？你有病啊！玲珑的元神当然在我身上啊！你们要玲珑的元神，不就是要我的命吗？你们个个都是疯子，到底要干什么啊？等等，别要他，看这样子，是真的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既然你不知道元神的事，那你可知少阳派的二师兄，他被关在何处？还有一只妖灵，这你总该知道吧？什么少阳派？那么多人，我怎么知道？不过倒是，确实有一个妖灵叫玉儿还是什么的。对，没错，就叫玉儿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好，我带你们去。那你们要把我放了。你先带我们去救玉儿，然后去找二师兄。再说把你放了的事，快走。玲珑姑娘，您来黑牢做什么？梧桐哥哥都不管我，用得着你管吗？我带我的朋友来玩不行吗？滚开！开门！滚！玉儿，是你们？你们快救我！我马上救你出去。没事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淘气了，我以后一定都听臭老头的话，再也不要和这些坏妖在一起。我这就带你回去见你爹爹。小心，他不是玲珑，他是只花妖，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我是花妖，也是玲珑，你在乱说些什么呀？之前认错人，现在又说我不是玲珑，难道这世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玲珑？懒得跟你说。玉儿，你在这里都见过或听说过有什么隐秘所在吗？梧桐从不让人接近的地方。是梧桐的卧房吧？除了这花妖，是谁也不许进的。我上次还听说有只小妖没通报就进去了，被梧桐给杀了。玲珑的元神一定在梧桐的卧房。元神？那里是有不少元神。上次梧桐拿我威胁臭老头的时候，带我进过他的卧房。可我不知道玲珑的元神在不在。带我们去梧桐的卧房，真是得寸进尺。不是说好了放我吗？只要你配合我们，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。玉儿，一会儿隐匿身形跟着我们，千万别让别人发现了。
神，到底哪个才是玲珑呢？这里的元神完全都一样，根本分辨不出来是谁。玲珑，玲珑，你听不听得到？可以回答我吗？怎么办？要不我们把这些元神都带过去，爹爹肯定有办法能找出来的。就这么办，我们不能耽搁太久。童哥哥，你们要找的东西，在我这儿呢。老朋友来我天虚堂做客，也不事先知会一声。既然这么不知礼数的四处乱翻，想找什么，告诉我便是。玲珑，玲珑的元神。别急，这未必是玲珑的元神，他这是在激你。梧桐，灵石你都已经拿到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把玲珑的元神还给我们！哟，原来玲珑在你们眼里只是几个灵石啊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还不如留在我身边，好好的伺候我呢。你说呢，玲珑？你给我住口！他才不是玲珑，我不许你叫他玲珑！怎么样？我造的玲珑是不是很像啊？是不是连你们都分不清了？啊？梧桐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好像听不懂啊？玲珑，无耻！怎么样？你不是想把玲珑救出去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玲珑，你带走。童哥哥，你干什么啊？我想留在你身边。怎么办？啊？几年前我就看上楚玲珑，没想到玲珑现在果然是我的人，连赶都赶不走。你别做梦了，玲珑才不会看上你这种人，不，是不人不妖才对。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，你根本不可能得到玲珑的心，所以才会找这个花妖过来自欺欺人。你真是太可笑了，不仅可笑，而且还可怜。六师兄，你们再敢动，我立刻让他脑袋搬家。你就算杀了我，你永远都得不到玲珑。童哥哥，你若敢伤敏言，我定会让你宠爱的花妖毙命。区区一个花妖的命，你们想拿走就拿走。我能做一个玲珑，我就能做第二个、第三个。童哥哥，你救我！六师兄，糟了，生辰蜡烛燃尽了。你们知道用生辰蜡这种东西进不周山，也算是有点本事了。只可惜啊，时间不多了。现在你们半部魂灵在不周山，还有半部在凡间，我看看你们还能剩多少法力。给我上！这妖竟然有地煞之气，道行如此之高，绝非寻常的妖物。他是冲着玄机来的，却不知为何没有灭了玄机的生辰蜡，到底有何图谋？
不打了，我认输。刘师兄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想和你交换条件。天虚堂无非是想要灵石，只要你肯把玲珑的元神还给我，我愿意背叛我大派，留在天虚堂任你驱使，帮你拿到所有的灵石。不可以，刘师兄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玲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的。那还能如何？玲珑已经等不起了。梧桐，你无非是对当年的事心有怨气，我留下，任你如何解恨消气都行，让我做你的狗，我也愿意。玲珑，你看这个人，对你还真是痴情啊。他这是第一次见我，就这么喜欢我啊？要不，你去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，看看他的心意到底是真是假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你之前是怎么威胁我的？我现在要你一一还回。梧桐哥哥，看来他对你的心意还真是真的，那不如就把他留下来，看着我们是怎么恩爱的，岂不是更有意思？只要你肯把玲珑的元神还给我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？想要玲珑的元神可以，那你就再拿一条命来换。来人！二师兄，梧桐，你个下三滥的东西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有种你杀了我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周敏言，你想要玲珑的元神可以，那你就拿出些你的诚意来，当着我的面把他给杀了。不可以，刘师兄。你若是下不了手的话，那玲珑的元神你也别想要。周敏言，我可没多少耐心陪你玩。敏，这是圈套，你不要相信他们。不可以这么做，我一定会把玲珑和二师兄一起救出去的。你以为你们回得去吗？你看看你们还剩多少时间？周敏言，这个是黑白指环，是用玄阴铁和明阳石配制而成。我们天虚堂的人只有佩戴了它，才能安然地留在不周山。是要留下来做我的狗，带走楚玲珑元神，还是让你的二师兄跟楚玲珑一起去死？你自己选。我留下。刘师兄，二师兄，对不起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谁都救不了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让我杀了我同门师兄，我实在做不到。但我以一只手臂作为投名状，应该够了吧？我重伤同门，无论如何已是无法回头了。你总该相信我了吧？好，
也算你有诚意。玲珑的元神，拿去。玄机。 生辰蜡该灭了，我们应该出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玄机他们的生辰蜡是被刚才那个妖用地煞之气设下了束缚阵，生辰蜡灭了，他们怕也出不来。 也进不去，只会在不周山里灰飞烟灭。玄机若是死在此处，便是历劫失败。我绝不可让他命丧不周山。战神果然好功夫，只可惜啊，你也使不上几分力了吧？就算你再拼命，你也逃不出这儿。 你做了什么？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恐怕是有人不想让你们出去，已经堵住了你们的出路吧。你们的生辰蜡已灭，凡人在不周山可是待不住的，你们只能活活的困死在这儿，神形俱灭。还是周敏言聪明，选择了一条活路。不，我不能死在这儿。 我也愿意投诚天虚堂。若玉，若玉，不必劝我。我丢了面具，就算回了离泽宫，也是死路一条。不如留在这里，尚还有一些生机。这倒挺有趣的。你要想留下来可以，那就像周敏言一样，献上你的投名状以表诚意。把他们杀了，拿回元神。若玉。 你不要上当，他们就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死到临头了，再给我上演一出热闹的大戏才够有趣嘛！哼，喏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别怪我。 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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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吓我，师父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师父，师父，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，师父，师父。 谁敢伤你，我杀光他们！你醒醒，你看看我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不会，我们回家了，师父，我们出来了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不要，
你没有想我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浩辰师兄，你快救救师父！你快救救他，师兄！师兄，求求你！玄机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敏言，还有其他人？师父，红姑姑，师父怎么样了？到底怎么样了？下手之人分明是要置他于死地，这一剑贯穿心脉，换作寻常人早已当场毙命。四凤修为深厚，才能支撑到现在。只是他毕竟是血肉之躯，心脉已损，何以为继？如今他体内真气涣散，我们也无法阻挡，只恐是支撑不了多久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师父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别碰他！就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，若不是要为你救人，四凤根本不可能去不周山涉险。要不是帮你挡剑，他根本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你们救不了他，我带他回离泽宫。师父，不可！他这种情况万万不能再躲。师父，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下去？那如果我逆转阳绝功，护住他的心脉，四凤会不会就有救了？不可！无情诀逆行阳绝功，用九转还丹之法是没错，可是此法凶险异常，稍有差池，你会气血逆流，不但救不了人，你自己也要当场毙命啊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四凤为了楚玄机才变成这样的，他有办法救，你们为什么不让？玄机，命数天定，不可强求。我就是要强求，我一定要救他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要使。如果救活了，自然是好；如果救不活，我就使他一起死。玄机，不可胡闹！不要拦我！我来，我用九转还丹之法来救于四凤。浩辰，你……我的阳绝功和无情诀的功力比玄机要深厚，所以我来怎么样也比你稳妥一些。浩辰师兄，你不必这样。你不让我救，难道要我看着你随他一起去送死吗？就这样死了倒罢了，偏偏你用情爱的把戏牵着玄机。若你出世，引玄机生出戾气，生出心魔，叫你灰飞烟灭都死不足惜。今日我救你，踏实，一定会好好对付你。浩辰师兄，四凤他怎么样了？你身上有内伤，怎么不早说，反而勉强用这个法子？浩辰师兄，
你什么时候受伤的？我去寻你，正撞上一妖在祭神台上鬼鬼祟祟的，我不小心中了他的地煞之气。不过无妨，我心中有数。玄机啊，都是因为你们任意妄为，才连累你们浩辰师兄受伤。对不起啊，师兄。我都说无妨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只是，或许离泽公的心法和少阳大不相同，我输入的阳绝真气，只能停留在他的心脉之处，无法通畅运走全身，只能等他身体自行接纳，我方可继续。等，还要等？司凤的身体能等多久啊？这法子到底管不管用？玄机，若是真气一直滞留在心脉，那便真的无能为力了。若有强大灵力护好心脉，强行打通真气，倒也不是不可。我看这山脚下生有龟木，若能寻得灵力十足的万年山龟木，取其根系熬制汤药，让司凤服下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对，玄机，照顾好雨少侠，每隔1炷香的功夫，帮他运气一次，护住心脉真气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浩辰呐，你要好好的调息，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伤了你的元气。倘若出了什么岔子，我怎么向衡阳师兄交代？玄机，照顾好你师兄，咱们走。哎，我也去。与司凤哪里有这么好？值得你不顾天命，不顾自己性命？玄机，我早就说过，你对情之一事知之甚浅，又怎么能轻易将自己的未来许诺给他人呢？师兄说我懂得少，但是我就是能够分辨。司凤是我此生都盼望与之相连相共，永远都不想分开的人。他若离我而去，我也不独活。为情牵绊，所困，全无格调，是为最下之流，愚不可及。司凤是我此生都盼望与之相连相共，永远都不想分开的人。愚蠢！怪不得次次历劫，次次失败。我若不来渡你，恐怕你此生又将万劫不复。司凤，你一定要撑下去，我求求你一定要撑下去。要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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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楚玄机，你快把司凤扶起来。没有找到万年山龟木，先用这些千年山龟木试试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效果？不行，这灵力还抵不过师兄的阳绝宫的真气，这样根本就护不住司凤的心脉。不行，我还要去找，就算找不到什么万年山龟木、万年灵药，灵果总是可以的吧？司凤，你撑住啊，司凤！如果再找不到有用的灵木灵草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真的要听天由命吗？不，我不要！你一定要撑过去，司凤！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撑过去的，司凤！你快点好起来！没想到我种的良缘花灵力竟然这么强。说不定可以救活司凤的。
梁月花的灵力护住了你的心脉，司凤，你要坚持住，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帝君，小仙观察，有天界灵气在楚玄机周身逸散，不知何故。因为玄机拿梁元花救雨丝凤，那雨丝凤本就不该活。我把梁元花交给玄机消除戾气，可他竟拿来救旁人。他不知道梁元花是何物吗？那他也确实不知道这些。帝君，您是恼他乱用天界灵物，还是恼他用了与您签下情缘的梁元花呀？真是当初胡闹！你也不知深浅吗？什么签下情缘？我只恼他愚笨，不知所谓，才叫那雨丝凤牵着鼻子走。不过，现在这楚玄机他60已开啊，情缘已为他人而生。帝君若顺其心意，让他心静安宁地度过此生，只要他戾气不生，最后还是大有可能回归天界的。你是叫我放纵他们厮守此生？这确实不太合适哈。不过帝君，凡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，纵然他与雨丝凤此事厮守，也不过是一时嘛。等他再次回归天界，便会知晓人世一瞬不过是黄粱一梦。到时候再与帝君您再续情缘，续至君臣情缘。放肆！让我将无穷变数交给旁人，交给玄机，绝不可能。他从前只属于我，现在、将来也只能属于我，属于天界。我既下凡来渡他，那我绝不能让他此生有半点差池。玄机如今因为这个雨丝凤，已多次违逆于我，我绝不能留他在玄机身边。他的这段孽缘，我必要替他断了。爹爹，这是玲珑的元神，我们把他救出来了。那米言呢？刘师兄，刘师兄留在了不周山，还做了梧桐的手下。爹爹，你是不是曾经让六师兄去做什么？他甚至还斩断了二师兄的手臂，还让我转告说一定不辱师命。什么？此话从何说起？我没有向他说过这样的话，他怎么？那他是为什么？玄机，你难道不相信爹爹？我没有，只是他。米言他可能是被巫童和妖族所利用，才背叛了师门。又或许是那个带你们进入不周山的妖族，跟天虚堂里应外合，才诓骗了你们。不可能，子虎已经命丧不周山了，怎么还会联合起来诓骗我们呢？那一起跟你们进入不周山的那个离泽宫的弟子，他又如何？
初雨。四凤，是他伤的四凤，是他伤的四凤。我早就告诫过你们，不可以莽撞行事，可是你们偏偏就不听。那不周山里，乃是我们人族不知虚实的地方，可是你们偏偏就要去闯，结果现在弄得如此仓皇狼狈。也罢，这次你们吃了教训，也总该知道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。至于司凤，你放心吧，你浩辰师兄，他从不打诳语，他也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浩辰师兄，倘若不是为了你，他是不会为一个外人去冒如此大的风险的。你浩辰师兄对你一腔热忱，你们两个又是如此的大好姻缘，可是你偏偏却……爹爹，我和司凤早已经定亲，也许下过生死不离的承诺，所以姻缘这件事情，除了司凤以外，我谁也不嫁。我已经跟浩辰师兄坦明了我的心意，也希望爹爹可以明白和谅解。罢了罢了，起来吧。爹爹知道，于司凤是你的恩人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论。爹爹要出去巡视一番，顺便牵起千灵阵，以感应妖族的妖气，以防妖族趁虚而入，再起风浪。司凤，你怎么样了？司凤，是不是很难受？司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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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凤。果然，这人族的法子是不行的，心脉处聚集的灵力太强，只会反过来伤他。司凤，我给你肋下开2个印，不然你撑不住的。小野花，不要！司凤，司凤，你是不是怕？以你现在的气力，开了封印压不住妖身，被楚玄机看到。可是这印要是不解的话，血脉不同，任他们如何救治也救不活你的。你别担心，你心脉处那灵力极强，一定会压制住的。你听我的。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好不好？司凤，司凤，司凤，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司凤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压制不住？玄机给我吃的，我体内的灵力与之相处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司凤，你不要强压着。对了，公主曾经告诉过我，如果在外遇到危险，不得不解开龙晶封印，就使人惊远。司凤，我去给你找几个活人过来，你等着我啊。小野花，回来！
心力了。我知道你不想用这个法子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司凤，不用请给我，我不给，你会有性命之忧的。快去找刘大哥，刘大哥，快去找刘大哥。司凤。红姑姑，我去给司凤送药了。哎，慢点儿，小心烫手啊。嗯。这门怎么会被法术封住？司凤，司凤，司凤，你醒了吗？司凤。我闻到妖气，往林子里面去了。快追！那妖呢？玄机，你能知道他们在什么位置吗？妖气很大，时有时无的。我们散开，分头找。好，分头找。 吕思凤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思凤，玄机，你刚才有看清那妖的长相吗？没看见。奇怪。 他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雨思凤，反而把雨思凤带到这儿之后就逃跑了？浩辰师兄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们先带思凤回去吧。好，得赶紧用九转还丹之法帮雨思凤稳住心脉再说。走。方才那妖来的实在莫名，而这雨思凤早得天界灵力，该无事才对，竟仍气血极弱，究竟什么古怪？我用九转还丹功法，可以将他周身经脉游走一遍。 探个明白。奇怪，气血走向毫无异状，竟与常人无异。等等，有什么藏在他的灵虚之中？妖毒！师兄。 玄机，别过来！小心！是妖毒，妖毒影响浩辰施法，恐怕是要走火入魔。那可怎么办？师兄的九转还丹之法已开，经脉逆行时强行中断的话，会妖毒入体的。我试试。不行，这妖毒实在棘手。天罗。
刘大哥，天奴，你救救司凤吧！这妖毒我能解。等等，大胆妖孽，竟敢来此放肆！爹爹，天龙虽然是鲛人，但他帮过我们很多次。他曾在天界做过医官，医术高超，是我们的朋友。休得胡言！我们修仙正派，怎么可以与妖孽为伍？哎，你个老头儿，迂腐！妖怎么了？很多并不为恶的妖，岂不比那为非作歹的人好上千倍百倍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再不让我朋友出手，可就真来不及了。爹爹，你就让田螺救救他们吧，咱俩就撑不住了。田螺，你快救他们呀！掌门，眼下危急，不如让这鲛人一试。我们守在这里，也不怕他使诈。药都消了。这个鲛人，是他。奇怪，这人瞧着竟有不寒而栗之感，可我分明从未见过此人。足下的伤并无大碍，只是窜入足下体内有些许妖毒并未解开，最好立刻闭关数月，清除余毒，才能无碍修为。不行，那妖还没抓住。师兄，那妖跑了，怕是回不来了。你要先清毒，妖毒不可大意的。河阳，你先行服浩辰，回邵阳休息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好，来。司凤，司凤，天罗，司凤这是怎么了？司凤的状况棘手些，叶欢留下助我。玄机，你和大家到门外稍候。我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还你一个好好的司凤。我。司凤，我要为你重塑心脉，需要你保持清醒，且忍耐些。又老了。这一劫你算是躲过去了，以后啊还不知道有多少劫在等着你呢。你呀，可千万别给自己扎得满身是窟窿。那行，我现在就给他重新封住妖穴。一环，这龙精封印还是等他康复以后，再为他重新封穴吧。行吧。